人嘅意識咧係可以喺4個唔同維度嘅層面上面運作嘅喎，以4個唔同嘅身體作為我哋嘅載體，每一層嘅身體就對應住唔同嘅震動嘅頻率，類似電磁波譜嘅唔同嘅頻率範圍。第一嗰個就係物質層面啦，涉及物理身體嘅存在同埋感官嘅體驗，係我哋喺三維世界運作嘅基礎。第二就係情感嘅層面啦，同情感能量有關，連接我哋嘅感受啦、情緒啦，同埋對外嘅反應。第三就係心智嘅層面啦，涉及你嘅思考模式，係思想嘅運作嘅中心。第四就係你嘅乙太嘅層面啦，負責接收更高維度嘅能量，並將佢傳送到其他嘅層面，維持你整體能量嘅流動同埋平衡。當4個層面都平衡同和諧咧，便會形成咗一個統一嘅能量場。高我就會透過乙太層面傳遞信息俾你。所以如果你希望連接你嘅高我，首先就係淨化你嘅物質層面啦，清理你嘅情緒啦，提高你自己嘅能量同埋意識層次，你就能夠順利同你高我聯繫，獲得更多嘅大智慧。